新闻一开始关心天气，大陆冷气团到几今仔透早上冷，上低温是出现伫咧南投中寮，干那7度9。气象署表示，虽然明仔载这冷气团的减弱，不过煞了拜二甲拜六拢各有一波冷空气要来，这温度时高阁会落到剩无10度。伫不冷农场的万花亭，这个风景看起来袂输敢若仙境共款。伫当地时间透早6点50分，上低温度只敢若1.3度，日头一照了，厝顶的水汽拢蒸发，浸做真侪白烟，草地也结霜，真做云白世界。受到冷气团继续影响，礼拜全台湾各地普遍低温是12到14度，较空旷的所在温度降到10度。而这样的低温，随着明天的一个冷空气减弱，在明天清晨的来讲的话，相较于今天清晨就回升个1至2度哦，不过还是比较偏凉一点。各地的一个低温都还是有机会来到14到16度一个点。伫透早本岛遍地上低温度，伫咧南投的中寮乡7.9度，11个县市拢发低温特报。虽然这边的冷气团就即要结束啊，不过伫续落来拜二甲拜六，又阁有分别一波冷气团影响，强度瓦郡带着冷气团，尤其北部可能长时间温度拢偏低。中南部也要注意早晚温差较大。气象专家讲，较空旷的所在有可能温度会降到8度。我们越来越进入到12月的中下旬，然后冷空气会越来越强。在空旷地区，比如说像刚刚提到在南投啊，或者是中南部的一些空旷地区，不排除可能有8到10度的这个低温出现的机会。玉山气象站伫礼拜早起也出现结霜的情形，规个白茫茫，袂输敢伫咧山顶秀糖霜共款。气象署讲，15暗到16，3000公尺以上的悬山的路容易会结冰，民众要特别注意，而且也要穿较少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